梅咧就好難去罩住個波鋒，後交叉靚，好靚呢個波，少可見到嘅戰術配合咧係用後邊打交叉嘅，嗱兩個人跳咗吳詠梅嗰個快攻噶啦，所以咧冇人攔網嘅。放虛攻又嚟咯，又係安達摩魯話呢個球員大力打又得，又醒喎！你睇呢球波，突然間最後嗰剎那咧就將個手收一收，放個虛攻，個動作好似強攻，貼網得滯啦！好在何其都夠醒啊！俾到黃麗娜打到觸手，嗱呢啲波好容易咧打傷啲手指添㗎。因為頭先嗰啪一聲咧，即係證明隻手唔係得咁硬，籃網球員隻手咧係俾人打鬆咗嘅。何麗娜嘅發球，中間又放虛攻，又掂咗，我都勤力㗎啦。李一枝同埋何其兩個咧都瞓身埋去想救呢個波。嗱打後場進攻佢哋都放虛攻啊，所以而家咧俄羅斯隊咧俾人嘅印象話呢支球隊真係好難對付。人又高，默契又好咗。你話如果冇呢啲短波咧，就真係好難同佢打。中國隊希望咧呢一局嘅追下近翻少少咧，打翻起少少嘅信心。吳詠梅好快啊出手，得何其一個喺度咧就好弊家伙㗎啦。因為何其個身形咧就唔係太高，1.78米啫喎，未到1.8米添㗎喎。但係調轉咧，呢個哥迪娜咧就有1.94米喎。後場打，安達摩魯威救到，可惜冇人補到啦。而家咧，俄羅斯係去到12-4啦。呢個波咧，佢亦都捉到啊兩個籃網球員中間個窿嚟到打嘅。何其準備開波，咁何其落咗嚟後場咧，前邊3個嘅球員嘅攔網咧就會比較好少少啦。中國隊追翻一分，呢個波咧，因為呢一個華斯利加係後排嚟嘅，佢咁樣托高個波過去咧，都算係後排進攻一個犯規嚟嘅。比利高娃又再出翻嚟。靚啊！一出嚟咧，我哋見到已經俾到隊友蘇高洛娃中間打到個快攻，個明顯就係贏高度嘅。對方籃網球員同佢時間起跳咧都差唔多，不過佢夠高，呢下波又係高啦，籃網成功啊！13-5啊！開波嘅就係哥迪娜。又俾人食個叉燒，食叉燒嘅就係比利高娃。比利高娃咧就經常可以咧就替補下，代替呢一個沙斯亞打下咧呢個正選位置。亦都唔係經常有呢一個長波打嘅喎。邱愛華咧佢係打2號位嘅變化波嘅，但係呢個位亦都係一樣啦。對方開波佢哋冇得轉位住嘅，焗住邱愛華要打個4號位嘅強攻，不過佢亦都不負所託嘅，好在啊輸個波。但係呢一邊外灘莫魯娃咧就真係犀利，又一個揼釘波，但係俾嗰啲波真係全部都幾開網下嘅，但係佢咧就夠高，彈跳力亦都夠啊，所以佢當你個攔網咧就係廢咗嘅，因為越離開你個攔網球員咧嚟到打咧就容易避開到你，選擇打嘅角度亦都闊咗，好貼。如果籃網球員嘅手嘅話咧，就容易俾人罩死，打波角度亦都係窄咗嘅。互相交換發球權咧，都係開失波。自由球員出翻嚟啦，俄羅斯嘅自由球員咧就係莫盧素娃，以前佢打快攻嘅。咪有人走後快，跟住前邊邱愛華打個2號波，咁呢啲亦都係變化戰術嘅一種。嗱，打到對方籃網球員咧，中間迪真高兩邊跳咗2次嘅，第2跳一定冇咁高嘅，出咗界添，又俾翻發球權咧，就俾俄羅斯。
安達摩路娃落咗後場開啦，唔係大力嘅喎，呢個扣球識發球。莫麗娜打波出界，亦都係炒咗波底啊！咁變咗俄羅斯先贏第一局，局分方面咧就係15-5嘅。好，繼續翻去現場睇睇咧，就係第二局嘅賽事嚟㗎。中國隊咪喺改變咗戰術之後領先翻咧，就係7-1嘅分數㗎。咁喺呢一個第二局嚟到講咧，就俄羅斯有一個調動係作出咗，就係3號嘅比利高娃代替咗沙斯亞做咗正選。咁但係喺第一局見到佢亦都耐唔耐咧係有得打下嘅。咁但係咧就喺排球嚟講，你換人咧喺第一局佢出嚟替呢一個沙斯亞，咁又要換翻沙斯亞出嚟。而家第二局唔係啦。大家留意下啦，3號球員咧就係做咗正選啊，咁但係咧就反為個分數落後緊俾中國隊喎。而家華斯利加亞嘅發球，可記由中間李日芝掩空咗，俾黃麗娜打到4號位強攻。黃麗娜喺第一局係打得非常唔如意嘅，因為嗰啲嘅4號位強攻咧，經常有2個球員嚟攔佢網，所以打得佢咧非常之辛苦嘅。咪有一個掩空咗就好啲啦。哥迪娜佢係夠晒高啦，個邱愛華咧就亦都拍埋嚟，同埋吳詠梅兩個咧就唔可以成功封到，吳詠梅直情咧跳到係離晒網，因為俾人呃咗。而且中間個球員係個快攻手咧，個攔網係做得特別多，係特別辛苦嘅呢條球。邱愛華又打到個後2成功，呢個球員咧就同何琪打對角嘅，咁所以佢專係打變化波嘅。而中國隊一定要靠變化波嚟到贏俄羅斯咧，即係邱愛華嘅打波次數就會多咗㗎啦。但係當然要第一傳傳好先咧，有得做呢一個嘅戰術。第一傳唔好就冇㗎啦。俄羅斯都好精啊！而家識得將個4號位嗰種嘅長波咧俾得好平嘅。吳詠梅喺中國隊嚟講，亦都算比較高大咧嘅一位球員㗎啦。吳詠梅咧就1.85米，佢係比孫悦咧就係1個 C1，孫悦咧就係正選嚟講最高㗎啦。但係中國隊咧就另外有一位球員咧，亦都咧就幾高下嘅，但係咧就唔係咁多機會打呢個正選啦。佢就係8號嘅欣欣，佢係1.84米嘅位置咧，佢打4號位。初咧就佢做正選㗎嚇，第一站嘅時候佢做多啲。但係後來咧就黃麗娜比佢表現好，所以而家見到15號黃麗娜經常都係咧打正選多過欣欣嘅。安達摩路娃打到觸手，可奇由中間點呢個快攻，哇咬晒腰啊，斷咁滯啊，孫悦條腰。但係你睇孫悦個咬腰動作做得幾犀利啊！個波突然間墜啊！呢一種咧就高飛墜球啦。喂，今日呢一個俄羅斯隊嚟講，最有把握攞分或者話咧扣球成功咧，就係呢個安達摩路娃，真係好犀利，虛攻又毒啊，強攻又勁。後場哥迪拿打，佢同埋呢個安達摩路娃兩個都係咧喺呢個攻擊方面啊，把握相當高嘅，再加埋一個蘇高洛娃添啊，電網，孫悦電網，即刻試翻件衫先嚇。其實咧就唔關呢件衫事嘅，因為成個人咧都已經係撞咗埋個網度㗎啦。一傳破壞咗，搞實牙根打㗎啦，李日芝。波同孫悦有少少爭波打，因為呢啲稍為高嘅波咧，其實可以俾孫悦打嘅。李日芝就搶咗嚟打啦呢球波。啱啱出界，打得唔錯㗎啦都。哇，係啊！呢一輪咧係講俾俄羅斯浸住咗喎，個勢麻麻地咯喎。個波咧起得唔靚㗎，俾安達摩路娃撳到個對面啊！中國隊嘅郎平咧就教練啊，即刻叫佢暫停。個卡布呢邊咧就大家都慣咗㗎啦，睇開女排大獎賽咧都知佢係咁樣話啲球員嘅。佢咧就亦都喺度當然教訓緊啦，或者鬧緊㗎啦。咁但係佢係為佢哋好嘅嚇，就唔係真係無啦啦咁去鬧佢哋嘅。
中國隊嘅助教就係陳忠和。崔永梅咪穿你藍色球衣嘅就係自由球員。崔永梅以前咧就打2號位變化波，但係而家就邱愛華咧就可以代替到佢位置㗎啦。柯迪拿瞓身救到啦，俾到安達摩魯娃兩個高妹嘅配合，一個啊碌地沙去救波，跟住咧就由托球手華斯利加亞再俾安達摩魯娃打個好深嘅後場波。快攻我嚟掩空，咁樣就好啲㗎，真係有效啲㗎。快攻我嚟掩空，跟住推過唔好咁高，平少少嘅彩虹球，俾個4號位，一係打一係放虛攻都有用啊。咁何其嘅 set 波當然係穩陣啦，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咧就朱允穎咧就係做正選呢個托球手，主要就係劉同教練想俾朱允穎咧係攞多啲經驗。朱允穎係一位好年輕球手啊，20歲嘅啫。咁但係咧就嚟到呢個第2站咧就完全都係有何其啊打正選啦，因為覺得緊要啊，因為呢場波。個中國隊係唔係都可以入去咧？就香港嘅決賽周㗎啦。咁但係佢哋希望啊，當然以呢個前4名嘅位置入去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比較肉酸啲，因為佢哋主辦國嘅身份咧，就唔理佢第幾㗎啦，都入到去。但係當然，如果以第1名或者第2或甚至第3名嘅名次入咧，就會好睇啲。劉平教練咧，亦都同啲隊員所講咧，就係啊，如果某個球員咧就攔網，其他球員咧就應該後邊點樣補位。好多時咧，佢哋都要記住啊，對手高大嘅俄羅斯球員嘅攻擊嘅。攔網球員好多時咧，嗨到個波都算係成功㗎啦，將個波浪高佢咁嘛，都算成功嘅。陳忠和亦都咧就同阿孫悦講咗幾多嘢下㗎，教孫悦咧點樣去做進攻嘅。咁孫悦同埋咧就李日芝個配合都幾多下。俄羅斯換陣啦，沙士亞出嚟咧就換咗。咁沙士亞本來第1局咧就正選球員嚟㗎，第2局就俾咗比利高娃做正選。柯迪拿氣一韌，又可以打到咁短嘅線。但係呢邊邱愛華好嘢啦，佢話我唔係好高㗎咋，不過我手會用得靚啊，故意打個捉手㗎。大家咧就留意下，就係有時咧就邱愛華打波咧，佢嘅前臂啊係做好多方向嘅揮動嘅。俄羅斯亦都以一個嘅背飛嚟到教訓翻中國隊啦，飛咗好遠下嘅呢個波，所以李日只係唔夠時間咧撲過去攔網。咁大家喺打戰術呢一度咧，都係希望以快打慢，令到你攔網球員咧一失策咗，一錯時間咧，幾乎進攻球員就面對無人防守之下咧去進攻㗎啦。因為後邊啲球員咧都幾難攞啊！如果前面冇人攔網嘅話，靚啊！呢個後波先得靚啊！黃麗娜亦不負所託，中國隊嘅領先優勢幾好啊，12-5咯喎！呢個波咧就由李日芝升俾啊，仲係一個後托俾啊黃麗娜打嘅。個卡布當然要叫暫停啦，呢個分數落後咧比較多啦已經。佢亦都好猛整啊，因為咧第1局佢哋贏得咧都算幾輕鬆㗎，係15-5啊。但係第2局嚟到講咧，一路啊就俾中國隊捏住嚟打，而且將個分數咧就